Hello， 各位好嗎？我係 Danny， 係加州 Sunnytown 地區中心嘅服務協調員。今日我想同大家講下 HCBS 最終規則嘅第7項要求，就係家居私隱。呢個要求訂明嘅其中一點，就係你道門要有個可用嘅鎖，而且你可以決定咩人喺咩時間入去你嘅居住空間。我哋一齊返去 Sunny Oaks 睇下一隻特技龜、一套科幻片同一罐提子汽水點樣幫 Dexter 明白佢擁有嘅私隱權啊！OK， 去土星，然後穿越星空。Dexter， 有好消息啊！哦，唔好意思啊，但係 Baskin Robbins 今晚會喺 Zoom 開私人課堂啊，你嚟唔嚟啊？唔去啦，睇嚟你要自己開 Zoom 啦，我有嘢要做啊。OK， 咁我哋遲啲見啦 ，Dexter。OK， 去土星，然後穿越星空。Rex 學識咗新嘢啊！各位觀眾唔好眨眼啊 ！Rex 將會表現一項玩命特技，佢陣間將會跳過呢台滅亡之餐。我諗佢仲要練多啲啊！我同意啊，唔好意思，我準備睇我個節目啦。OK， 去土星，然後首歌要嘈喧巴閉啊，中唔中意啊？咩話？中唔中意我首歌啊？我覺得正到痹喎。Lofa， 我要揾你幫手啊！哎呀，有咩事啊？我想睇全新一季嘅 Letterman， 但係佢哋不停走嚟我間房。你要做啲嘢，咁係唔可以接受啊！咁你點解唔鎖好自己道門啊？我可以鎖門嘅咩？梗係可以啦，係你間房嚟噶嘛。如果冇你嘅批准，其他人係唔可以入去噶。好似喺第3集 Letterman 用科莫多激光炮截住去冥王星7號嗰條貿易路線咁。係啊。係咁好啦。你知嘛？我今日做完晒啲嘢噶啦，不如我幫你確保你嘅氣閘冇任何故障啦，好冇？我可以接受。係咁好啦，你試下先啦。邊個啊？係我啊 ，Lucas 啊。話時話啦，呢個情況就好似係 Krypton 想入侵深空港9號嗰陣 ，Lanterman 決定用光子鎖阻止佢哋入去咁樣啊。冇錯，係啊。有咗呢個鎖，我係咪就可以決定俾邊個入嚟啊？冇錯，係啊。不如入嚟同我一齊睇新一季嘅 Letterman 啦。你邀請我嘅話，梗係睇啦。Dexter 睇到佢個節目，仲學識咗點樣建立界線，維護私隱。喺你屋企，你係有權維護私隱嘅。記住啊，你所屬嘅規劃團隊服務嘅宗旨係以人為本，而所指嘅嗰個人就係你。